好，亲和力来，我们要先祷告，好，今天的聚会开始之前，有声音吗？那个陈有，好。今天的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包括我们生活中的琐事、烦恼、人生的痛苦，甚至是我们的罪，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向神安静默祷，求神与我们同在。诗篇147章7节，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我们来唱这首歌，多一点喜乐。这首歌牧师会唱，对不对？然后嘉荣有唱过吗 ？OK， 好，那上恩没问题了哈，跟着唱。好，来喽。世人都在寻求人生和久的喜乐。等一下，我觉得会不会太高了？我们来低一点点好了，再低两个半音。对。是，好怪怪的，好像还是刚刚那样比较对。还是刚刚那个比较对了。不，那样会太低哦。等一下，我怎么觉得我的 C 没有弹对？世人都在寻求，好像真的蛮高的。我现在加两个。世人都在寻求人生很久的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当你认识耶稣，你心必要歌唱，好像清晨的照亮亮光。当忧伤失望正向我们飘来，不要慌，在主身旁，只要告诉耶稣，并让他牵你的手，这便是你人生的平安。世人都在寻求人生很久的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当你认识耶稣，你心必要歌唱，好像清晨的照亮亮光。当忧伤失望正向我们飘来，不要慌，在主身旁，只要告诉耶稣，并让他牵你的手，这便是你人生的平安。世人都在寻求，世人都在寻求，世人都在寻求。我本来要准备这首歌唱15分钟的，不过只唱了5分钟。好，
我们来唱一切歌颂赞美，好不好？它也是很简单的那个5个和弦，它是 G F 调，F 调，所以要放上。先用第1点唱好了。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一切歌颂赞美，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哦哦哦哦，赞恩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又在一起。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来赞美他。我记得有个牧师曾经在听到他的讲道，他说他在很苦的时候，他就祷告寻求神，可是他连祷告都没有办法让他从那个苦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就赞美。来，我们最后一次一切歌颂赞美。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美主。今天很高兴，我们华语礼拜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怀着一个心，就是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昌盛。愿神量给我们的地图，愿神量给我们的境界，愿神让我们帐篷的橛子能够越放越长，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人听到神的福音，越来越多人因着神的灵的感动来到这里，然后来认识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与能够得到永生。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这中间，求你今天高上恩的口，主啊，你使用它成为你贵重的器皿，你使用它成为你喜悦的器皿，让你的恩典藉由他的大脑，藉由他的口，能够来流到每一个人心里面，让我们每个人得到你白白的救恩。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接下来是陈恩，我们接下来应该是先报告还是先奉献？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牧师，这个直接放上去就可以吗？好，好，我心属于你。我们请牧师帮我们。我来到你面前，不用来前面走，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啊，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拉基书3章10节，这是所有的圣经经节里面唯一神提到说可以试试我们可以试试上帝是不是全然倾福于我们。所以奉献这是最好的投资理财。现在呢，我们要来做消息报告。然后暑期儿童营7月1号礼拜2到7月4号礼拜5举办，然后主题是奇妙之旅，在爱中成长，时间是晚上6点到8点，是升小1到升小6的小朋友，费用是180块，然后可以扫描 QR code， 然后连结报名。那这一次的社区音乐班，因为学期末段考，所以还有老师课堂，所以老师课堂调整，所以最后一次课程调整至6月28号星期六的10点举行。第3期预计8月份择期开课。
6月29号就是下个礼拜天下午2点半到5点半，台南中会事务部举办教会法规以及议事录书写研习会，在大湾教会，报名期限只有到今天哦。然后子安呢，因为人生规划调整在6月底结束，在我们这边的青年侍奉工作，愿主纪念预备子安未来职场的工作道路。我们为子安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请你赐福给子安，你拓展他前面的道路，你一步一步引领他，让他每一步都走在你所带领的路径上，使他一生欢呼喜乐。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最后嘉义中会马光教会林敬道牧师，6月8号车祸于6月11号蒙主恩召，在6月21号昨天举行告别礼拜，我们为他的遗族关心代祷，愿神亲自安慰他们的心。好，公祷。好，接下来呢，今天我们有刚出炉热乎乎、热腾腾的毕业的神学生尚恩来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传道与传道人，传心与主坛。我们欢迎尚恩。等一下，这边的线卡住了。要先拿下来，对不对？好。大家平安，声音 OK 哦，好。来，今天是我在大桥教会实习的最后一次证道，其实还蛮开心，能够跟大家相处这半年多的时光，从去年12月一直到现在。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我家里的见证，从我阿公开始，一直到我的爸爸接续，然后再来换我。这算是一代一代的一个信仰传承的经历哦。那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讲到传道理、传得力，那传道是不是只有牧者？没错。其实我们很习惯将什么传道的功课就是或者是称作工作，为什么？因为就丢给牧师，丢给牧者，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跟我好像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干脆就给牧师来就好。但是这是对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门徒，我们应该委身在主的事工里头，所以传道不应该只当成一个职业来看，这应该是一个使命，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哦。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计较金钱像是委员牧师，他是电机系毕业的哦。大家知道，在台湾当工程师，这个年薪不少吧，对不对？可能200万起跳或多少。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当传道人有没有可能有这么高的薪水？绝对不可能嘛。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计较钱，那为什么我大学也教书好好的，为什么40岁才跑去念神学院，对不对？辛辛苦苦学了那么多的圣经的知识，超多的课程，超多的预备，平均我的同学大概都差我一轮呢。想想看，我的同学差我一轮，我的记忆力跟我的体力有没有同学好？跟那些他们也不算少年跟这些青年人没办法比，对不对？但是我在神学院进的时间或花的时间，其实几乎应该可以这样说，比他们都还多。甚至我还多去修了音乐系跟社工所的课而且我的2种原文就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我都是拿就是最高的，就是接近满分的高分
所以前2年我就那个神学研究所第1名毕业，去台鼎负责拿那个授旗哦，去做授旗。所以，但是这里又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念神学院，都知道神学院第1名，或者是神学院最后1名，或神学院的名次重不重要？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我们不管第几名，你的重点是，如果学校勾选推荐，那就 OK 了，你就出去牧会了嘛。所以第几名其实完全不会有人去探听，完全不会有人去重视。那成绩重要吗？为什么要那么拼呢？所以明明神学院跟一般的学校好像不同，完全没有人在看成绩，但是我觉得去念神学院的大家都很认真。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珍惜在神学院学习的时间，因为这不是一个职业啊，不是要混文凭，而是要全心全人来投入的一个工作。我的阿公跟我的爸爸他们长时间都在乡下的增咖乡下那种偏乡弱势、没有牧师、没有牧者的教会帮忙。他们都怎么做？他们都到了教会建堂完成之后才离开，或者是会有增加到了一定的人数，有办法批幕之后，当批幕之后，他们就去下一个合场、下一间教会帮忙。他们的表现其实也影响了我很多，他们的行为也给予我很多思考的地方。但是大家知道，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习惯用什么来衡量人的价值？钱。我们习惯用金钱来衡量人的价值，甚至也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但是如果另一方面问到了说，你的生命的价值呢？其实生命的价值远比物质更重要，但是我们反而很少来做教导，我们很少来做行为的探讨，我们很少去看别人说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你做了什么？因为生命的价值是看什么？你怎么行出来嘛？你怎么做嘛？你的生命的光在哪里？而我觉得家庭的教导就很重要。我希望家庭的教导能够告诉我们说，钱其实只是工具，我们不要做钱的奴仆，钱绝对不是主人。圣经怎么讲呢？我们来看民数记的6章4到9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今天命令你讲的这些话，你要铭记在心里，你也要用这些殷勤的教导你的子女，无论你是在家里，无论你是在路上，无论你是睡着了爬起来，你都要好好的教导，而且你还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还要你在你的眼睛的中央做记号，甚至你还要写在你的门楣上，甚至写在你的门上。所以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其实信仰的教导是需要什么？有行为有行动，要做给你的儿女看，做给你的洗谁看哦。无论你是在家里，无论你是在走路的时候，无论你是在工作，无论你是刚睡起来，你都要谈论这个信仰，你都要教导，你都要说神的伟大，你都要说爱的重要性，你都要做很好的圣经教导。这个圣经的教导是要放在什么？日常的生活的程序里头，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都需要这些教导。因为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他会看什么？看家长的作为啊，看家长怎么做，他就会跟着去学哦。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好的家庭教导。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将家庭敬拜的意义放到我们的程序里头来看。什么是放到我们的程序里头来看呢？因为我们不是说礼拜天才是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礼拜天，礼拜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塑造。但是，如果你其他天1到6，你都回到了世界，你就会被世界同化。你接受的就是什么？世界的仪式、世界的习惯来进入你的心。我们怎么样连续礼拜日的教导带到平常的生活中？青少年，你想想看，他刚出社会，
发现社会好像跟教会不一样，他很快就迷失了。你转头，他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已经被世界同化了。我们要思考，在家里头你要怎么样去做教导，你要怎么样把教会的教导、教会的仪式，把这些信仰的传承延续到你的家里头，变成家庭的仪式，变成全家的信仰的规条。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将我们的囡仔、我们的小孩带到教会的礼仪当中？像是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教导小孩要怎么样孝敬父母，所以人应该孝敬父母，这是圣经，不管是不是圣经，我们都知道的一句话。可是前提是人要孝敬父母吗？我们也需要教导父母要好好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这个在箴言讲的特别的多，一直在讲说啊，你要用列腿列怪尬喜列囡仔，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教导，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下一代带回信仰呢？让下一代来孝敬父母吗？所以我们要来思考看看，我们要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付出，行给别人看。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上帝，才能够怎么样去爱人嘛？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就是要从家庭开始。最早的爱其实是从家庭里生出来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爱人？我们要怎么付出我们爱的行动？我们从家里开始，要怎么样把家庭变成一个能够让心里头充满了喜乐，让心里头充满了对神的爱，让心里头充满了正直、公义以及各样的好行为、好想法、好观念呢？其实家庭是从婴儿开始就不断的在教导如何去爱人与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家庭真的是很重要的地方。家庭的重要性是远比什么？远比学校还重要。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加起来，其实都是在教知识，而真正教爱的地方是家里头。所以教信仰的地方，我们要从家里来塑造我们的信仰，为我们的心来定下一个好的方向。所以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家庭的礼仪呢？最重要的就是这是礼仪你需要有行动，要有形也要有体。什么是有形有体？因为我们人类是什么？人类是仪式化的动物。知道什么是仪式化的动物吗？其实人非常的敏感。像是我们如果去看有形的东西，我们都透过五官嘛，我们去看图片，我们去听故事，甚至我们来听唱这些充满教导的诗歌，这些都很好，因为我们会带入我们的想象力来吸收这个福音的果子。所以很多的时候，家庭礼拜、家庭礼仪里头，我们都会有音乐。像是 Augustine 他有讲过一句话，唱歌的人就是祈祷了2次。所以透过诗歌的旋律，能够使圣经的故事跟教导去深进去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头。而我们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也许我们在怎么样带全家人在这个信仰上面，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自己不是只有在教会才在过节期耶，在家里也可以。我们可以将降临节，我们可以将圣诞节，我们可以将主显节、五旬节，甚至受难周期，甚至将复活节都带进去家里头，使我们的人能够，小孩子能够活在耶稣的生命故事里头。而且不只是节期颜色是不是一种？我们要想想看，我们很少去注重颜色，但是点缀颜色也可以变成什么？家里头的一部分嘛，也可以变成家里头信仰的气氛。像是代表国王王国的是什么颜色？紫色。像代表圣诞节的是什么？白色。代表五旬节的红色。这些布置都能够让家里头的小朋友等等一步一步踏进去不同的故事里头，去感受那个气氛。而且不止这些节期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去想节期可以做什么仪式，让小朋友记在心里。像是每到冬天降临节前嘛，我们都会用那个花圈，或者是呢，我们不是有4个礼拜要点蜡烛，不一定只有在教会点啊，也许家里头也可以点蜡烛，小朋友就会记得，你就可以教导他说，这个礼拜的蜡烛是代表希望，下个礼拜的蜡烛是代表什么？
仁爱。在下一个礼拜，哎，这颜色不同，这是代表喜乐。在下一个礼拜，和平之子到了。这些点蜡烛的过程，是不是对小朋友会造成很深的印象？大斋节期也是啊，我们可以挑几天哦，我们来进食。小朋友肚子饿得咕咕叫，咕噜咕噜叫，他就会借着这个想起什么是饥饿，什么是嘴干，什么是心慕义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可以抓住每个时机，在周间哦，在平常就教导小孩怎么样去走这个天路的礼仪。这种家庭的礼仪是透过你的五官去鼓励、去带领你的小孩，不断的重新去认识这个福音，去认识这个信仰，使福音能够好好的站住在我们的心里头。这呢，才不让世界敌对的礼仪哦，世界的物质观哦，渐渐的抢去了我们小朋友的内心。在这里，大家来想一下，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哦。我们家有没有信仰代代传承的图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没有做过家庭礼拜，或者是全家一起吃饭时，我们一起在饭前，我们一起在餐桌前谢饭祷告，或者是旅游之前，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祈祷，愿神带领我们旅游平安，也希望这个喜乐这个旅游的快乐能够好好的跟神分享。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我阿公阿嬷全家围炉3代同堂的照片全家一起过年前的。我的阿公他有3个儿子、媳妇，还有5个孙子。在前面抱一只狗狗的这个是谁呢？这就是我啦。好，那中间的是谁？中间的就是我的伯父跟我的阿姆那再来呢，他是我的伯伯是斗六教会的退任牧师啦，现在已经退休了，那叫做崇伟。那左手边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那在右手边呢就是我的叔叔跟婶婶。我呢是我旁边这个比较大只的，他很高，190公分，他叫做上宇。我们2个基因应该有一点颠倒，我阿伯比较矮，我爸比较高，就生出来呢，上宇长到190，我就很羡慕他然后旁边呢是查某孙就是孙女有2个在这里，我妹妹嫁人，所以说她这张图没有她，好可惜。那3个女生是我阿公取的名字很特别叫做婷婷、佩佩、柔柔，因为我公很喜欢叠字所以给女生都取很可爱的叠字好，奶奶旁边坐的这个就是柔柔，是叔叔的女儿。那柔柔旁边这个是佩佩不过这张图就是婷婷不在，有点可惜。其实我的阿公阿嬷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但是我们全家一起围炉的照片，其实蛮多张的都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这是我们家族的回忆。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来看一首诗歌，不过这一首是台语的，我来念给大家听就好。这首歌叫做《恳求上帝施恩赐福》。这首歌特别是在过年围炉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会一起围炉家庭礼拜。礼拜之前，我们就会先唱这一首诗歌。为什么要唱这一首诗歌呢？因为这首诗歌真的很美，也代表了很多的家庭的礼仪跟教导在里头。通常啦，我的阿姆会弹琴，然后阿公阿嬷跟婷婷、佩佩他们是唱主旋律 soap， 然后呢，我的阿金是唱 alto， 我跟叔叔唱 tenor， 然后爸爸跟大伯是唱贝斯这首歌是圣诗450首，新圣诗450首，就是2009年版。在1964年的旧圣诗版，它也有是433首。它的旋律其实取自于奇异恩典的旋律那诗歌的内容就是在讲箴言。如果你去看这首诗的内容，你会发现为什么我阿公他都会说，我们要来家庭礼拜了，我们先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就是我们家的礼仪，就是长辈们的教导。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那我来快速的唱一遍吗？好，我来简单的唱一下给大家听那大家可以来听一下，从第1节开始。恳求上帝施恩赐福，
保佑之家安乐，是大是小，信主基督，大家三听和睦。第二节，父主好，父切不老，兄弟姊妹和和，虔信基督，遵他心经。正做小主更定，转给大些做主行道，所行教主花道，代心加密。为主见证，还赎罪主更定。第四节，安魂受记，敬虔地久，唔敢放纵属妖。会是快乐，会是艰难，求主赐愿平安。最后几站，大求主点愿中恩，正做阿弟。路行，大家三趟，彼此和睦，享受地久天国。兄弟姐妹，这首歌词你会发现真的好美哦。这个美的传承，其实是需要我们去经营的。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去教导我们的小朋友，去教导我们的孩子。你要去信主耶稣，你要去和睦，你要去相爱，你要去虔诚的祈祷，你要去勤读圣经，你要全家做主的门徒，所行所做要照主的法度，要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求的不是在地上的荣华富贵，我们要求的是将来可以得到的报偿。所以兄弟姐妹，刚刚讲到我的阿公，他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传道人，他为主工作40年。一开始的时候他去念台南神学院，可惜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其实是比较没有那么友善，所以他那时候还没读满1年，他就被人检举，因为他那时候在公务员嘛，被检举所以他就偏啊懵的就放弃啊。本来想要读好了就偷偷念完出来教会传道。虽然阿公神学院没毕业，但是他后面也将他的大汉好生大儿子，就是我的阿伯献到神学院里头，为主所用，成为长老教会的牧师。后面呢，我的阿公他老了，退休了，但是他还持续的在一些无牧的小教会、偏乡教会帮忙，甚至他很老的时候，他是坐轮椅到台上去讲道。那我的爸爸很感动，恭喜在位，也看不下去了，让阿公这样子，他就去帮阿公忙。结果我爸爸一站讲台，如今也超过20年了。所以讲到我的阿公他都去乡下没有牧师的小教会帮忙嘛，所以他40年的传道生涯，他牧养过很多间教会，有龙田、古林、过沟、北港、盐水、湾里那为什么我的阿公会变成一个传道人？其实我阿公
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很不好，他常常胃出血，而且都是大出血哦。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没那么好，所以医生哦，在他第7次大出血的时候，就叫家属来领他回去，说这个输血都来不及，他没救了。然后我的爸爸跟我的大伯就抓着阿公的手，我的阿公就做母干呢，我的阿公就很难过，他就跟上帝祈祷，他说：“上帝呀、求你医治我，我这条命要献给你。”很奇妙的事发生了，我阿公的大出血就停了，我立刻停了。所以说，我阿公发现说，上帝救了他，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我阿公哦，他才就是发生了，就是去念神学院，打算要传道的事。虽然说神学院没念毕业，他还蛮哦，他落鬼，可是他也开始了到那个整咖乡下的小教会开始去服务，到那些布道所开始去慢慢的一步一步开始哦。所以后来才到了我爸爸看不下去，代替阿公站讲台的事情。我爸爸接续哦，也帮助7间教会，不论是在建堂还是在聘牧方面哦。第一间是龙田教会哦，我阿公的第一间教会龙田教会，而且我阿公去的时候，从布道所知会啦，顺利升格成堂会，在1961年。这个时间1961年，我阿公也很认真的要找传道人，也把牧师馆盖好了，所以就找了一个丁荣林传道来，在1963年的时候，请丁荣林传道来，然后在1965年，丁传道就封牧了。那接下来我阿公就去古林教会帮忙，他去古林教会站讲台，站总共几年？大家知道吗？28年。为什么呢？因为他中间去古林来来回回3次，当古林已经聘到牧师了，他就去过沟等教会、小教会继续去帮忙。所以呢，但是因为老实说，偏乡教会要找牧者，或者是比较久的牧者不容易，所以我阿公才3次3进古林哦，一直到他在古林2001年算是退休，聘牧然后退休。所以古林教会其实是非常爱我阿公哦，因为他在阿公带领28年，所以到2014年的新堂落成启用的时候，古林教会还特别找我那时候阿公非常老了，他后来隔3年就过世，他还再去古林教会哦，然后给他办那个仪式哦，所以现在教会里头还有很多阿公阿嬷的照片挂在古林教会里头。那中途阿公刚刚有讲嘛，像是他也去过沟教会帮忙。从过沟教会帮忙建堂，过沟教会建堂闭幕之后，阿公就离开。过沟教会很特别，过沟教会那时候要收起来，因为经济的因素哦，所以那时候的中会哦，嘉义中会就说：“哎，你们过沟教会要不要把会员哦都带到铺子，或者带到新港教会哦？”所以原本打算这样，但过沟教会说我们想要再撑看看，自立自强，所以我阿公也去帮忙。一直到他稳定有聘牧，而且1970年建堂，1971年就献堂哦，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那一栋哦。不过最近又要盖新的了。那所以我阿公在古林退休之后，其实我阿嬷身体不好又生病，所以我们全家就把阿嬷接来台南照顾哦。这时候阿公虽然退休来台南，可是他发现有一些弱小教会又找他帮忙，他都很乐意去那边帮忙。像是盐水教会啊、湾里教会，一直到教会的人数比较多哦，我阿公才离开。那在盐水教会的时候，2005年的时候，是因为柯文堂牧师他退休，所以教会请我阿公去帮忙。但是也很遗憾的啦，我阿嬷身体不好嘛，我阿嬷就后来中风。那我阿嬷中风之后，我阿公说：“就找我爸爸说，教会需要帮忙，你应该要站起来帮忙。”其实我爸那时候很忙哦，但是我阿公跟我爸讲，我爸爸就去帮他站讲台。但是这个帮已经不是帮了，为什么？我爸爸在盐水教会一站讲台就站了3年，将教会从40几个人成长到150几人，顺利聘牧之后，我爸爸才离开，在2008年2008年去，然后到2005年去，到2008年才离开。那2008年离开，因为我阿公住湾里嘛，到湾里黄金台在那里，
然后他就都在湾里礼拜。可是湾里那时候，湾里教会因为也是小教会，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没有钱付牧师薪水，所以而且没有钱到什么程度，牧师离开后还欠了一大笔的谢礼跟退休金没有给哦，所以没法度啊，就是我阿公又跑去站讲台，那时候他已经没办法站，他是推轮椅到讲台上去帮忙讲道。就我爸爸想说，我3年盐水教会任务完成了，要休息了，就看到我爷爷又上去了，哎呦，爸爸你那也安内，所以变成我爸爸又代替我阿公去湾里教会站讲台，所以是这个时，所以是我爸爸就这样子慢慢的也是开始了，一站就20年了，历经7间教会哦。我爸爸就从2008年到2010年的湾里聘牧郑哲宇牧师，我爸爸才离开哦。那2010年离开之后，我爸爸就接续去，因为他开始站讲台之后，就有一些教会邀请他，那他就去基隆的建德教会讲道跟帮忙。那去基隆帮忙哦，帮忙了几个月之后，教会顺利聘牧了，好像是3、4个月吧，教会顺利聘牧。聘牧之后呢，接续建德旁边的教会叫做暖暖教会，暖暖教会那时候也没有牧师，他说：“那个总理丢了，你今晚有营哦，你来到沙冈。”所以我爸爸又跑去暖暖教会帮忙。那暖暖教会它是一间很特别的教会，我爸爸形容它是非常的火热。原本我爸爸答应他说：“那我礼拜天帮你们讲道。”结果他们说我们希望能够有培灵会。他就加了2场培灵会，6日各1场，结果发现培灵会效果很好，周旁边有那个原住民教会哦，就牧师带原住民一大群教会的人都来参加培灵会哦，就培灵会最后到1个礼拜7场，1场讲道6场培灵会，6日全满的情况，这样培灵，然后原本答应暖暖说3个月帮忙聘牧，结果呢？暖暖一直持续3个月又3个月又3个月，又加了半年之后，等到终于聘牧之后，我爸爸才离开哦。所以暖暖教会的阶段任务完成之后的那一个礼拜天，我爸就跟我讲了一个，算是你们可以当故事听哦，算是神迹。他跟我说，他那一天哦，一卸下重任之后，想要放松，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到有一间教会。然后旁边是写崇义街，因为我爸爸叫蔡崇义，然后我公里写公办嘎，结果我爸爸 Google 发现真的有一间教会叫七堵教会，旁边是崇义街。我爸就想说，我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可以去当个纯会友了，他就去七堵教会，就一开始找不到七堵教会在哪，才发现七堵教会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旁边是废弃的幼稚园，那教会在3楼的违建，所以我爸去的时候说：“哇，这间教会有没有是怎么了？”就去也没有什么会友，然后结束的时候司会就会介绍我爸嘛，就我爸就被人认出来，你不是今年才来的院长吗？因为他到基隆地方法院当院长。你不是今年才来的院长，因为基隆很小，就是大家看得到脸的就市长，再来就是院长，所以就被那个长老认出来。长老就说：“我今嘛某书找不到，我们还在想下个礼拜要找谁，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做分享？因为你应该有很多可以分享的。”那原本也不知道我爸爸就是有在帮忙讲到什么，他们就邀请我爸爸来帮忙做分享见证，结果很特别，结果我爸才去第2次哦，他们就说：“我们现在真的教会风雨飘摇，因为我们的东牧师跟我们的会友有吵架，然后分裂，牧师离开，那会友都遭本啊，你可不可以留下来帮忙？”我爸就说好，但我爸那时候不知道是圣灵给他的勇气，他就突然有一股声音，他就站起来跟教会的人讲说，他才第一次哦，他就第2次去七堵嘛，就第1次站讲台，他就跟七堵的讲说，我来帮忙讲道，但是教会的情况让我很难过，我希望你们可以建堂，
请问有没有人第一次去站讲台，大家不认识你，你跟他说我希望你们可以建堂，我想应该会被赶走吧，对不对？结果他们小会就开会了，然后就通过，然后就开会员合会说好，我们来建堂，所以我们就搬到隔壁的民社去礼拜，然后就把那边打掉，幼稚园荒废嘛，打掉，然后开始建礼拜堂。我爸就在那边帮忙，很神奇，很神奇，神的做工哦。但是在那边建堂的过程中，在2012年，其实后来我爸他发现不对劲，他去检查身体，因为这样子工作跟礼拜，他其实完全没有休息。就我们才发现他已经得癌症了，肺腺癌的第2期，所以他就去切掉了3片半的肺。切掉肺之后，你知道他多快？2周就出院。医生说你这个要休息半年，你要去练那个吹气，吹那个球让它跑起来。结果第2周就出院，第3周他就回到讲台上，他一边服用标靶药物，一边站讲台，很累。全教会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服用标靶药物真的体力会差很多。全教会那都没有人知道，一直到2014年终于聘牧乔牧师哦，聘牧之后，我爸爸才离开七堵教会哦。那不过乔牧师只待了1任啊，2017年就乔牧师又离开了，好像到上化教会，所以说七堵教会的长老又跑来找我爸，请他帮忙。说教会的人很想念他，希望他可以来帮忙，而且我们建堂还没建完啊，所以我爸又过去帮忙建堂。那过去帮忙建堂呢，一直到建堂2017年去帮忙，一直到2018年完成建堂、献堂，而且又聘牧哦，聘了新的牧师之后，我爸爸才离开哦。所以再来接续我爸爸。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在台北了嘛，那中兴教会的陈牧师离开，我爸爸以前是念中兴法商、中兴法律毕业的，后来当法官哦。中兴教会的陈牧师他离开，因为我爸以前就在中兴教会聚会，那会友很少，会有打听到说，我爸爸，那他就请我爸爸过去帮忙，因为那时候开始建堂，就牧师离开了，开始建堂，教会欠多少钱？7500万，所以。这时候就会找我爸，听说你建堂很有办法，所以他就去帮忙，所以他就去帮忙，一直到2019年去3年时间，2022年底就把7500万建堂款全部还完了。他就带会友到处去唱歌、募款、义卖，然后到处细给去总哦，还完了。所以当然我讲我爸的事情，可能因为我比较熟，所以我讲比较快哦。但是我阿公这40年的传道生涯，我就没有那么清楚。我真正清楚我阿公，因为他们也很少就是会讲，但是我比较清楚是什么。为什么刚刚可以讲这些古灵教会的比较熟？是因为我当神学生在前年的时候，我去古灵教会请安，男神的奉献请安去古灵教会。那古灵教会有很热情，你阿公，然后就把我带去看那后面很多阿公的像，要跟我讲阿公的事迹，我才知道说以前阿公就是3进古灵的事情哦，就是很在古灵。所以我在想哦，是一个吴长老讲的，我在想其实是不是我阿公也影响到了我爸爸，因为我自己也我到神学院也是受到我爸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刚在算是介绍。算是分享我爸爸所做的，算是一个见证哦。那其实真的影响到我的非常多。不过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说啊，这些好像就是流水账这样过去，好像很简单。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晓得那其中是很辛苦或者是很多辛劳的。我举个我印象很深的例子哦。大家都刚刚有讲说，2008年去湾里教会帮忙，到2010年。聘牧郑哲宇牧师之后，我爸才离开。可是大家知道吗？2008年我爸爸在哪？他不在台南呢。虽然说他去湾里教会帮忙，他在台东地院当院长。所以说他是每个礼拜5下班就搭火车，搭4个半小时火车回来台南，
然后6日就全天在教会帮忙，到礼拜天晚上再跟妈妈搭火车再回台东，这样子跑。这个还不打紧哦。为什么我又特别讲这出来？大家知道2009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台风，叫做莫拉克，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台风？莫拉克台风让南回铁路整个崩塌，公路也柔肠寸断，所以说根本一整年都没有火车可以通，一整年哦，所以南回铁路全崩。那他怎么回？他怎么牧会？我爸爸是开9个小时的车，每个礼拜开9小时的车，他是大概6点吃个饭就上路了，开到凌晨3、4点才到台南，每一个礼拜。这个情况很难跟大家解释，因为南回公路整个柔肠寸断，两边的都是塌方哦，那大家都尽量不通行嘛。那我爸爸是，他只能开那个黄标中间的黄标线，然后南回晚上又都会起大雾，就那个雾灯只能照5公尺，所以就一边按喇叭一边开车。啊，想一想我就觉得，其实中午干没啊，他就这样子开9小时再回来，因为他就很热爱侍奉上帝。那我其实没有很大的感受，是因为我那时候我有去湾里帮忙，但是去帮忙我就是因为我在台南啊，我在台南工作，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呢，我又一半的时间是在喜安教会，另一半时间是到湾里教会帮忙，所以我看不到他这一段开车心声。直到呢有一次，他身体不舒服，然后呢，我就说好，我自告奋勇当个孝子啊，那么久没当，我开车载你回台东，我才知道哦，开到半夜3、4点，那个好累。礼拜天晚上开去，那我就休息一晚嘛，隔天开车回台南。我们回程哦，开到一半，因为要一直踩刹车，一直踩刹车回程，就脚一直抽筋。哦，那我就开始哭哈。我就那个哭不是因为很痛，而是我的心很难过，想说这么干咩？我爸爸这样的侍奉，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讲？这是一个很真的侍奉，但是他的过程中哦，他就是一直努力的在为上帝做工，就是一年一年，所以也是到后来，我就看到我爸爸，我就下定决心说，我不是为了要来帮我爸爸忙，当然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我真正要的也是要跟他一样来侍奉上帝。我看到了他这个侍奉的心哦，所以，但是其实爸爸侍奉的心，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全人的奉献。所以我也开始体会到了，我阿公为什么有办法，在那时候啊，也被那时候其实是被国民党监控的时代，就是我阿公跟我爸爸因为一些事件，就是美丽岛事件等等，是被那时候有叫做警察总部警总，是被监控的时代。我阿公还是敢被监控的状态下去牧会啊，我爸爸也是敢去牧会哦。那时候也是警总，一直到我国小6年级吧，才没有警察来我家调查我。在之前，我记得我在国小的时候，还有警察每个礼拜会来家里要我们写报告，因为可能是美丽岛事件，然后我们有被列入调查对象，所以这是一段过程啦。我也开始体会我爸爸、我爷爷的心，他们的心智、他们的想法。所以我后来到国外念书的时候，我也有在那边组织那边的团契，在那边传福音哦。那回来到大学教书，我也开始在校园团契服务，也算蛮认真的，甚至后面还有成立南部的毕业生团契哦，招聚了大概100-200个毕业生校友的大团契哦，所以一直到后面我来神学院，所以我讲的这个过程哦，也许没有办法讲得太精彩，但是其实哦，这都是全家一个献身的心。我们并不是好像我们都有一些社会地位或一些社会成就，但是我们并不是看重这个世俗的荣耀还是金钱。所以就像是这一首诗歌讲的，安分守己，敬虔知足，你要全家大小来做主的门徒，所行要照主的法度。所以后面我也来神学院了，那希望为主所用哦。所以
希望今天的见证呢，能够鼓励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能够更有心智哈，能够来为神来打拼，为神来做工，我们一起能够成为神很棒的仆人，为主所差用。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主啊，恳请你照光我们每个人前面的路。主啊，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深知你是我们的牧者，有你的引导，我们就不会再惊慌失措。主啊，有你的带领，我们就重新得着真实的力量。主啊，恳请你用圣经的教导来教导我们的小孩，成为小孩的榜样，也提醒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父母。主啊，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更需要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智慧。主啊，恳请你让我们有这个心，也了解怎么样教导他们，成为他们的榜样。主啊，我们愿意用奉献的心，认真来服侍你。虽然我们的前路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你持续一直不断在督促我们，在跟我们同在，在带领我们，在牵引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一切的路都有你美好的旨意，我们将这些排列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怜悯保守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也求主你保守每个人的身体与生活。我们将这些都放在你的面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好。那之前放前面，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都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落阴间。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遇，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